啱啱過去嘅星期日，前總統拜登辦公室證實，拜登被診斷患有前列腺癌。上個星期，拜登泌尿系統症狀加重，經醫生檢查發現一處前列腺結節，並喺上個星期五被確診為前列腺癌，且已經擴散至骨骼。拜登及其屋企人正喺度同醫生討論治療方案。據其辦公室嘅聲明話，拜登嘅癌症被評為格里森，評分9分同埋第5級，表明癌細胞可能會迅速擴散。美國前列腺癌基金會表示，全國每8名男性中就有1人會喺其一生中被診斷出患有前列腺癌，呢個令到其成為男性中第2常見嘅癌症，僅次於皮膚癌。醫生通常建議喺50歲或者55歲左右進行前列腺癌篩查。拜登嘅健康曾經係其任內選民關注嘅重點。2023年，佢喺體檢中切除咗胸部嘅一個病變，被確定為基底細胞癌。此前2年，佢曾經切除咗結腸中嘅一個息肉，雖然係良性，但可能係癌前病變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